人與貓溝通技巧課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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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一朝早你隻貓叫醒你時，你以為係我要食嘢啊，喵，其實佢死咗未呢？睇下先，喵。你出門前佢黐住你又找你，你以為係唔好出去陪我啦，喵，其實等我留低個爪痕，你去到邊啲貓都知你係我嘅，喵。佢抖到一地都係毛，你以為係成肚毛好唔舒服啊，喵，其實咁得閒睇電視，等我俾啲嘢你做，喵。當你抱起佢，大讚佢可愛而佢又喵喵聲叫時，你以為係唔好抱咁高啊，我驚驚啊，喵，其實我會報仇家人類，喵。半夜3更佢通屋癲咗咁跑，你以為係都唔知佢做咩發癲，其實我都唔知自己做咩發癲，哇哈哈哈，喵。我返去服侍主人啦，拜拜。